这多有新闻性啊！昨天在大游路，你妈的一个小鬼在路边掏钱，掏钱，对不对？妈的，不是买药，不是买药，不是卖药，他是掏钱。帮他先消毒一下，手喷哦，帮你们喷手喷酒精啊，你们自己搓一下。好，口罩自己的戴紧了，松了跟我们讲。我很害怕再转不回去。然后这边是集合，那边是归那边。没有招牌。这都印了吗？我现在正在印，剩一个人。便当有来了吗？我有请便当让你去叫。有叫啊！我说来了吗？来，赶快。便当有来吗？没有啊，没看到。期间宅犯罪蠢蠢欲动，警方今日破获以赖姓主嫌为首的诈骗集团实施复合性诈骗，以假检警、假绑票、假应征等方式实施诈骗。其中发现赖姓主嫌架设赌博网站，以小额获利吸引被害人投入大量赌资之后，进而行骗，活跃于桃园地区。警方获报后循线追查，经数月追踪与侦办之后，并报请检方侦办。经时机成熟之后，警方于今日集结各路警力前往中立区执行搜索与拘提，共逮捕5男1女等6名犯嫌，现场查购新台币100万及数十部电脑主机、手机、金融卡以及存折簿。全案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。警方在此呼吁各位民众如接获诈骗电话，切勿慌张，拨打165专线寻求协助或向当地派出所警察寻求帮忙以防财物受损。